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莎的听歌学台语，我是丽莎。咱今日要来看的歌曲呢，是入围今年第31届金曲奖的台语歌王、台语专辑甲年度最佳作品3项大奖的苏明远的《善良的歹人》。这首歌呢是咧讲婚姻呢，不过不是为咱这种普通人的角度来去看的，是为律师的角度来去看的。为什么是律师呢？因为写这首歌，同时嘛是唱这首歌的歌手苏明远，就是一位律师啦。我第一摆听到这首歌的时阵，也毋知影苏明远是一位律师，所以我看伊的歌词的时阵呢，我心内就有一个疑问，想讲伊是为什么角度咧唱这首歌的？是朋友还是爸母？不过我想想的感觉拢有淡薄仔怪怪，所以我就去看苏明远的资料，一看规个拢通啊。原来苏明远呢，就是一位律师，伊是为律师的角度来去看的。我感觉这首歌真趣味，咱即摆就做伙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この番組は無人贊助就可憐的，希望大家當多多支持でお願いします。娃娃 TV， 今日咧同迄一日，伊講要照顧你甲老，無論善食好嘢，白疼拖磨。計劃要生2個囡仔，請養因出脫，為着幸福來拍拼，甲你拆入性命。當初伊的酒桌。拢是無影無正，老了的目屎緊切互焦。這張離婚協議等你簽名，無情的、無義的、無心的、無緣的，攏來找我，為恁透開這條姻緣線，放恁自由行。有情的、有義的、有心的、有緣的，就互恁行到老，互我做一個善良的歹人，疼煞無幸福的人。伊要甲你拆食落腹，好喙開開，無讚無責。善良的我，毋甘你繼續忍受摧殘。當初伊的酒桌，攏是無影無正，我甘願做一個歹人，一刀切斷恁的姻緣線。今日咧當迄一日，伊講要照顧你甲老，無論善食好嘢，白疼拖磨。善食咧，就是無錢，厝裡無錢，過了足艱苦的。這種人咧，咱就叫做善食人。我佇放風吹迄首歌內底咧，嘛有講過，善食人咧嘛會當講是艱苦人。好好嘢咧，就是善食的頂倒餅啦。好嘢咧，就是足有錢的，親像郭台銘因兜着足好嘢的。郭台銘咧，就是好嘢人。拖磨咧，就是折磨的意思。會當用佇心理也是生理的狀況內底，親像歌詞內底講的白疼拖磨吼，就是講互白疼折磨啦。好，安尼今日咧當迄一日，伊講要照顧你甲老，無論善食好嘢，白疼拖磨。這句歌詞就是咧講吼，佇結婚迄天咧辦儀式的時陣，大家攏會講我會照顧你一世人，無論善食好嘢，健康破病，我攏會牽你的手陪你行到老。其實這句歌詞咧，就是咧講結婚的誓言啦。計劃要生2個囡仔，請養因出脫，為着幸福來拍拼，甲你拆入性命。請養咧，就是養育、培養，親像阮爸母請養我大漢，就是講吼，阮爸母互我食，互我大，互我讀冊，甲我飼甲遮爾大漢，這就是請養。好，出脫咧，就是咧講一個人的前途，也是拍拼出頭天的志氣。親像一個人足夠讀冊，伊去讀醫科，咱就會當講讀醫科好哦，以後會真有出脫。意思咧，就是講伊嘅未來一片光明，會足有前途嘅。若是一個人，逐工攏咧浪流咧，攏無咧做代志，就會互人講伊無出脫啦。好，安尼計劃要生2個囡仔，請養因出脫，為着幸福來拍拼，甲你拆入性命。這句歌詞咧，就是咧講吼，2個人結婚了後咧，有足儕計劃，因計劃要生2個囡仔，要好好請養因嘅囡仔大漢。查某人咧會好好趁錢，為着因這個家庭的幸福來拍拼，會甲伊的某囝惜命命。當初伊的酒桌攏是無影無正，老了的目屎緊切互焦。這張離婚協議等你簽名，無影無正咧，就是毋是真的，攏是騙人的。親像有一個人講，伊會當做啥物做啥物做啥物，毋過完全攏無去做嘛，做袂到。咱就會當講，伊講的話攏無影無正。好。目屎咧，就是咧哭的時陣，為目睭內底流出來的液體，毋是目睭的屎哦，迄號做目屎膏。若是流稀著流出來的液體咧，迄號做目油，毋是目屎哦。好，
切咧，就是摕一张纸还是一块布，甲太高的物件切起来一种动作。亲像桌啊，若是用野，咱就爱摕布来甲伊切好清气；若是手无清气咧，咱嘛会当摕纸来甲伊切好清气。老目屎嘛同款，咱嘛会当摕纸还是用手来甲伊切好焦。好，安尼当初伊的酒蛇拢是无影无食，流落的目屎会紧切好焦。这张离婚协议等你签名，这句歌词咧，就是咧讲吼，两个人的婚姻已经行到要离婚的时阵啊。另外一半当初讲的誓言咧，拢是骗人的，唔免搁为这种人咧流目屎，目屎咧紧切切的，离婚协议书咧紧签签的，重新开始过生活。无情的、无义的、无心的、无缘的，拢来找我，为恁偷开这条姻缘线，放恁自由行。找咧，就是一个你想要爱，还是你需要的一个物件。毋过你毋知影伊伫倒位，还是无伫你的附近，所以才需要用找的。亲像我即摆想要写字，毋过我无笔，所以我得爱去找一支笔，安尼我才会当写字。若是上课有啥物听无的咧，下课咧得爱去找老师问互清楚。若是拄着歹人咧，得爱赶紧去警察局找警察报案。身体若是无爽快咧，得爱去找医生看病。好。偷开咧，就是拍开的意思。亲像这锁啊，即摆拔掉的，我安尼就甲伊偷开啊。我伫电视顶悬咧，定定看到有查甫人足郁卒的时阵，伊就会甲伊的兄弟讲，咱来去偷一个。意思就是讲咧，伊要去 happy 一下啊。好，安尼无情的、无义的、无心的、无缘的，拢来找我，为恁偷开这条姻缘线。放恁自由行，这句歌词咧，应该就是咧找律师准备要讲离婚啊。无情的、无义的、无心的、无缘的，拢来找我。迄个我咧，应该就是苏律师本人啦。婚姻要行到离婚，大部分咧拢是另外一半切心啊。无情的、无义的，可能就是会拍人啊，还是无要饲无囝迄种的。无心的、无缘的，可能就是去爱着别人啊，还是个性袂合迄种的。毋管安怎啦，苏律师拢讲咧，有以上镜头的咧，拢会当去找伊，伊会帮恁解决，偷开一条错误的姻缘线，互恁两个咧，拢会当重新得到自由。有情的、有义的、有心的、有缘的，祝福恁行到老，互我做一个善良的歹人，疼煞无幸福的人。疼煞咧，就是第三者加两个人分开。一般拢是用伫咧亲情甲爱情顶悬，亲像男女朋友可能就会因为父母的反对咧来互疼煞。母仔囝也是爸仔囝，可能就会因为抚养权的问题来互疼煞。好，安尼有情的、有义的、有心的、有缘的，祝福恁行到老，互我做一个善良的歹人，疼煞无幸福的人。这句歌词咧，就是咧讲吼，这个对方啊，若是抑阁有情有义，抑阁有心，两个人抑阁有缘分，会当继续行做伙的话，伊会祝福因，互因会当继续行落去。若无咧，伊会当做一个善良的歹人来帮因办离婚，互两个无幸福的人咧会当分开。伊要甲你拆食落腹，好喙开开，无赞无赞。善良的我毋甘你继续忍受摧残，拆食落腹吼，就是甲一人拆起来食落去腹肚内。一般是用来形容对一个人足怨恨的，恨到想要甲伊拆起来吞落去腹肚内。亲像你若是看到一个人足歹的爱忍另外一个人，你就会当讲，伊看起来敢若要甲伊拆食落腹。好，无赞无赞咧，就是无分寸啦。其实讲无站在就会使啊，佮加一个无咧，是用来强调这件代志的。其实台语有足侪这种的词，亲像袂见笑，会当讲做袂见袂笑。你这个人哪会遐尼袂见袂笑？毋甘愿咧，就会当讲做毋甘毋愿。叫你做一件代志，做到遐尼毋甘毋愿呢？好，毋甘咧，就是一种看了会艰苦、心会疼的心情。亲像我若是有一个足心爱的物件歹去啊，我就会毋甘，因为我足介意的嘛。若是我的电脑歹去，我嘛会毋甘，心会智慧，因为电脑足贵的，我毋甘钱啦。搁有啦，亲像囡仔跋倒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嘛会毋甘。好，安尼伊要甲你拆食落腹，好喙开开，无赞无赞。善良的我毋甘你继续忍受摧残，这句歌词咧就是咧讲吼，你的另外一半即摆看毋看咧，甲你推甲你拍，拢无赞无赞，亲像要甲你拆食落腹共款。这个时阵善良的我就是律师啦，毋甘你继续去互人欺负，忍受对方无理的对待。最后一句，当初伊的酒蛇拢是无影无食，我甘愿做一个歹人，一刀切断恁的姻缘线。这句歌词的意思咧，就是咧讲吼，当初酒蛇要照顾你一世人的这个人咧，讲的话拢是假的，
所以我就是律师啦，甘愿做一个歹人去帮恁离婚，切断恁的姻缘线。好，安尼大家拢了解这首歌的意思啊吼，安尼咱就来复习头前的一寡词。善假，善假是无钱，厝内无钱，过了足艰苦的。小明因兜善假甲无钱，互伊去读册。好野，好野是足有钱的，郭台铭是台湾上好野的人。拖磨，拖磨是折磨的意思，会当用伫个心理也是生理的状况顶悬。伊遮尔少年就得到糖尿病，后半世人注定爱拖磨啊。请养，请养是养育、培养的意思。我是阮爸母甲我请养大汉的。出脱，出脱是咧讲一个人的前途，也是拍拼出头天的志气。伊读医科以后，一定真有出脱。无影无正，无影无正是毋是真的，拢是骗人的意思。伊讲的话拢无影无正。目屎，目屎是咧哭的时阵咧，为目睭内底流出来的液体。我咧切油葱的时阵是哪切哪流目屎。切，切是摕一张纸还是块布，甲垃圾的物件切起来的一种动作。这块刀啊真太过，摕一块布来切切的。吹，吹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你想要爱，还是你需要的一个物件。毋过你毋知影伊伫倒位，还是无伫你的附近。你为着要得到这个物件咧，所以你需要用你的行动去吹。若是拄到歹人，爱记得紧去警察局找警察报案。偷开，偷开是拍开的意思。我甲这个角偷开啊。拆线，拆线是第三者硬甲两个人分开，一般是用伫个亲情甲爱情顶悬的。人翁仔某两个人好好，你莫硬甲人拆线啦。拆食落腹，拆食落腹是甲一个人拆拆的食落去腹肚内，一般是用来形容对一个人足怨恨的，恨到想要甲伊拆拆的吞落去腹肚内，伊看起来足受气的，敢若要甲伊拆食落腹。无赞无赞。无赞无赞咧是无分寸的意思，咱人做代志袂当遐无赞无赞，爱较有准则咧。毋甘，毋甘是一种看了会艰苦、心会痛的心情。我互阮阿母处罚，阿公伫边仔看了足毋甘的。好，以上就是苏明远的《善良的歹人》这首歌的歌词介绍。我感觉这首歌真正袂歹听，大家嘛会当去听看卖哦。嘛恭喜苏律师即摆会当得到金曲奖的提名，嘛希望你会当得奖哦。好，安尼今日的影片就到这里。若是有介意的话咧，莫袂记帮我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啊，要订阅的观众朋友咧，嘛袂记帮我起只订阅咧啊，记得拍去边仔迄个小铃铛，安尼才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嘛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